多谢你，咱来看选举消息来讲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中常会下达动员令，要求全体党籍的管市议员要全力辅选，有列出3项任务，这包括要办联名这个座谈，启动绿箭将徛路口啦，扫这个市街路口，以及呢分配伊辅选的责任，启动奖励制度等等。那赖清德本人呢，伊伫湘北伫冲这个选票，连续行3间庙，嘛为这入去参选人伫助选。怎么看柯 P 说他的军事外交维持蔡英文路线呢？面对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提讲军事外交维持蔡英文路线，执政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笑啊，不过无回应。赖清德会在湘北广场连摆3间票，来到松山主会堂替家检吹票。国中毕业来到台北拍拼，安尼读册助学贷款，先花扣打工，即摆已经博士啊咧，即摆已经博士啊。就伫咧前一天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就下动员令，爱全体县市议员全力投入辅选的工作有3项：第一，办联名座谈和启听会，将组织能量发挥到上大值；第二，徛路口扫市场，各县市议员爱穿选区立委参选人的竞选标志和名字衫；第三，各县市议员辅选有责任区，会比较顶届立委选举得票，启动奖励机制，颁奖状表扬。就是协助，应该是这么讲，说协助议员在推动或者是办这些活动所应该指引的一些开销、一些费用，比如说茶水费用啊，场地也要场地出租费用啊。那进前伫咧党内立委初选竞争激烈的洪建兴嘛出来受访问。以我的选区来讲，徐巧芯是一个不好打的对手。许淑华这边早在2、3个月前就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只要有需要我站街头，早上5点、6点或者扫街扫市场，他派2个助理给我，我一定当他的分身。党内不是对手，党外是战友。赖清德下动员令，爱家囝全部开始动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